No choice。前晚大家嘅手機照亮咗政府總部。變形金剛4炸正總，神秘華人演員全曝光啊！放心，只係變形金剛4開工啫。繼之前爆完深水埗，尋日就到爆正總啦。因為劇情講到正總俾人襲擊，今次拍攝仲出動直升機同直升機仔，當然仲有啲戰車啦。唔係點打救香港啫？不過咁，變形金剛4開工到依家，拍得最多應該係跑，仲好跌宕添。大家唔好俾佢吸引住先。除咗之前經已同大家見過面嘅冰冰，佢都陸續曝光，着起制服上嚟。Michael 真係好似嗰啲警方發言人哇！落車位。